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Watson Sour 學酒學酒。今個月我哋主要鑽研西澳產區。咁第一集 YouTube 片咧，我哋就先做一個 Wine 101介紹呢一個澳洲產區入邊出晒名出產高質素葡萄酒嘅地方。咁想認識呢一個以純正環境、海洋氣候同埋多元風土聞名嘅產區嘅話，就記得睇落去啦。咁仲要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你嘅朋友，一齊用5分鐘學識一個產區。提到澳洲產區咧，或者大家一定會諗起南澳啦、Shiraz 啦，同埋新世界呢啲嘅關鍵詞語。咁的確，澳洲有超過40% 嘅葡萄生長喺南澳產區，咁1/4喺維多利亞州，咁其餘大部分咧都就喺新南威爾斯州。咁而澳洲咧亦有大概4萬公頃嘅 Shiraz 葡萄藤。咁但係澳洲呢個咁大嘅產區，仲有好多地方俾你發掘嘅。咁就例如今日我要講嘅西澳產區。西澳係澳洲面積最大嘅州份，但係葡萄酒嘅產量咧只係佔全國唔夠5%。只不過喺咁少產量之中啊，西澳仍然突圍而出，俾唔少酒評家評為全澳洲出產最優秀嘅葡萄酒產區之一。主要集中喺西南角近海地區。咁以下落嚟我就要介紹西澳呢個酒區入邊比較出名嘅產區。首先有西澳嘅代表 Margaret River， 由1960年代開始種植葡萄，短短幾十年間咧就已經成為世界知名嘅產區，比較出名種植 Cabernet Sauvignon、Chardonnay 同埋 Sauvignon Blanc、Semillon 嘅混釀。呢度有住地中海嘅氣候，冬季潮濕，夏季咧就會乾燥，而受到印度洋同埋南冰洋雙重嘅海洋影響，咁所以溫度變化咧會比較細。風格上面，Cabernet Sauvignon 會混釀 Merlot 做出 Bordeaux Blend Style 嘅酒款，結構感強，但同時咧非常細緻。Chardonnay 就會有比較多 stone fruit 嘅水果風味，例如係桃、梨、芒果等等。通常會用木桶陳年，同埋會進行蘋果酸、乳酸轉化過程，去令到酒款更加複雜，味道更加悠長。第二個產區咧係一個非常多元化嘅涼爽產區 Great Southern。咁呢一度嘅面積咧就接近瑞士咁大啦。咁子產區就包括有 Franklin River、Mount Barker、Albany 等等。咁主要咧就種植 Riesling、Shiraz、Pinot Noir 同埋 Chardonnay。由於呢度係西澳最涼爽嘅地中海型氣候，沿海咧就受到南冰洋嘅影響，會比較涼爽啲啦。內陸咧就比較乾燥同溫暖。咁所以呢一度做出嚟嘅葡萄酒風格咧就比較多。Riesling 咧會帶有清新嘅礦物感，亦都會有較多嘅花香啦。Shiraz 會偏向 spicy 一啲，比較多黑椒味，而 Pinot Noir 咧就會細緻。Cabernet Sauvignon 咧就平衡優雅嘅。第三個你要認識嘅產區咧就係西澳歷史最悠久嘅產區 Swan Valley 啦。咁呢一度嚟 Perth 咧，只係半個鐘頭嘅車程。咁主要咧就種植 Chenin Blanc、Verdejo 同埋亦有釀造加烈酒嘅。咁風格上面咧會比較飽滿一啲，亦都會比較多樣化㗎。西澳嘅酒款製作認真，但係價錢親民。呢度嘅風土多樣啦，由鐵石、礫石到沙質土壤都賦予咗酒款嘅複雜性。而且喺氣候方面，喺海洋嘅調節下，溫度又相當穩定，果味純正，都有唔少歷史悠久嘅名莊啦，係質素嘅保證。咁所以吸引咗唔少收藏家啦，或者係日常飲用嘅飲家都會探索呢個地區作餐飲配搭。下一集我就會推介一啲西澳嘅酒款同埋品牌俾大家，咁記得留意啦。咁由1月13號到2月23號，咁我哋會做西澳酒款嘅優惠啦。咁到時就記得去門市或者去網店選購酒款，準備訂靚酒慶祝新年。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 share、subscribe Watson's Wine 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